人生短短幾百年，順德醉鵝你識唔識做呢？餐廳賣到268蚊一份，自己喺屋企整68蚊仲有得找。事不宜遲，馬上開始教學。首先，馬來西亞進口嘅本地黑中鵝，斬到佢大大嚿，加入2羹鹽，用律捽洗佢幾分鐘，然之後用清水沖洗乾淨，瀝乾水分。呢一步係去除嗰啲血水，就冇咁腥噶啦。跟住落嚟，加入鹽、糖、蠔油、生抽同埋生粉，撈勻佢，醃10分鐘。下一步，油熱之後，將啲鵝倒入去，細火慢煎，煎到佢金黃焦香之後，就剷出嚟備用。跟住落嚟，調個秘製醬汁，柱侯醬2羹，腐乳2嚿，南乳1嚿，花生醬1羹，片糖1小嚿，然之後加入九江白酒，撈勻佢備用。最後一步啦，熱鑊落油，放入幾嚿薑、蒜粒、紅葱頭嚟爆香佢，然之後倒入煎好嘅鵝肉，跟住再倒入啲醬料，大火翻炒均勻，再加入半支白酒，用個火機撻着火，目的係快速揮發酒精。等啲火熄咗之後，加入香葉、八角、桂皮，適當嘅水同埋老抽，冚上蓋燜佢50分鐘。最後大火收汁，揼啲蒜苗落去，點綴一下就大功告成啦。呢個就係順德醉鵝嘅傳統做法，鵝肉滑而不酥，酒味香而不濃。正所謂酒不醉人鵝自醉，實在係太美味啦！唔該點個讚支持下嚟。